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1，诗篇18篇18节安尼讲：我拄着灾难的时，因来攻击我。毋过上主是我的倚靠。三甲来祈祷。灾难时，做阮倚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高的上帝，你是创造的主，你是疼痛的源头，主啊！你有监察阮、捌阮，阮一切的举动，你拢知。你对远远就知阮的心思意念，主啊！就是阮还未开嘴，你就已经知阮要讲啥物。主啊！阮的受造奇妙通行位，因为阮未出母胎，你就知影。因为你是阮的上帝，主啊！阮一生在伫你，阮的活命，阮的气息，拢在伫你，主啊！就是伫患难来临的时，你也无离开阮。因为拄着灾难的时，仇敌来攻击阮，毋过你是阮的倚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